被討厭的 podcast 係一個探討情緒管理嘅 podcast。喺呢一度，希望透過唔同嘅議題去幫助大家將一啲唔同嘅理論融入生活，令大家喺呢個高壓嘅社會上面，即使遇到唔開心，依然能夠開開心心去過每一日。大家好，歡迎嚟到被討厭的 podcast， 我係你哋嘅主持 Wonnie。先去講講我點解會去成立呢個嘅 podcast。首先第一樣嘢咧，就係我好希望咧，透過我自己成長嘅經驗發生個事情，讓有緣咧去聽到呢個 podcast 嘅你咧，都可以去揾到一啲屬於你嘅方法。希望一啲 case 可能咧都令到你係有所啟發嘅，讓咧你同我咧都一齊咧喺度成長。而第二就係我好希望咧，呢個都係一個記錄自己發生過嘅事情。呢一樣嘢未必咧可以得到嚟好多嘅 view 數，但係咧我相信隨着每一次每一集嘅更新，就好似代表住即使喺我身上發生咗一啲唔好嘅事情都好，但係我已經成功能夠處理到我嘅情緒。所以呢個唔係一個放負嘅 podcast， 相反呢個係好希望透過我自身嘅經驗帶動大家一齊去樂觀去睇到每一件事情嘅 podcast。 多謝大家聽到呢度，我哋下集開始進入一啲討論嘅課題啦，拜拜。